見過 UFO 啊？你哋信唔信有外星人啊？喺1985年嘅冬天，我、你、陳子健同埋細佬，我哋一齊天台上邊見到 UFO。外星人，我哋係華富1號。未定，我哋離開地球。未定，我哋離開地球。未定，我哋離開地球。你請我食屎塔餅？我想去食蛇。只要你肯幻想，幻想就可以帶嚟希望。執柒咗佢啦！有咁遠去咁遠。也許一個人在真正無可奈何的時候，除了微笑，也只好微笑了。我連聽日都冇，我剩咗5後日啦。我哋架船去緊九龍噶，仆街啦！今次真係兩頭唔到岸啊！未定，緊急呼叫，我要離開地球啊！記住啊，要轟轟烈烈咁轟轟烈烈啊！唔使理其他人點諗，為自己而活。你已經係個外星人。幾時我哋先至可以唔使再問幾時？一個時代嘅結束，又一個時代嘅來臨。呢個城市究竟會係千年不變，抑或係盛極而衰呢？